好清楚。好啦，咁啊好快咧，我哋重複少少咧，我哋上個星期講到，我哋上個星期啱講完咧呢個提婆達多品，講到呢個提婆達多品啊，就係當呢一個下方世界有塔啊，多寶佛塔從地湧出之後咧，釋迦如來亦都讚歎其中一位喺佛住世嗰陣咧，時時傷害如來嘅提婆達多佢表親嚇。咁但係佛就點講呢？佢話爾時佛告諸菩薩四眾天人四眾，佢話我過去喺無量劫當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為國王，發願呢求呢個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用種種嘅布施不惜生命。當時世嘅人民啊，壽命無量，為於法故啊，即係為於求法故，捐捨皇位，委政太子，擊鼓宣説宣令四方求法，邊一個能夠為我説大乘者，唔當終身供給走使，即係做奴婢、做奴僕俾佢用嘅。當時有仙人話：好啊，我有大乘名妙法蓮華經。若不為我，我為汝説，我為宣説。佢話好啊，我有一本經就係你要揾噶啦。如果你唔悖逆我嘅，唔即係違背我嘅説話嘅話呢，我就為你講啦。哇！呢個大王立即踴躍歡喜，跟隨呢個仙人呢，所有需要嘅嘢俾晒佢。即係好似做工人近身咁啊，採摘生果啊，吸水啊，拾身啊，切食啊，乃至以身以為床座啊，俾佢瞓喺自己嘅身上邊啊，身心無倦。於是奉事啊，經於千歲，為咩啊？為法故，精勤給事，令無所乏，令到呢個仙人啊無所乏少。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我身時，是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時。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32相80種好紫磨金身10力4無所畏4攝法18不共法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完全因為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佛冇解釋點解佛住世嘅提婆達多佢表親，處處害佛，攻擊如來，毀謗如來，甚至乎想傷害如來，乃至想殺害如來。點解呢個咁惡嘅人，佛陀竟然間話佢係我嘅大善知識呢？上個禮拜因為呢時間所限呢，未及解釋。咁今日呢，我哋就會補翻解釋呢個原因，因為後面冇講喎。後面冇講提婆達多點解會變成咁壞，點解又可以令佢釋迦牟尼佛成佛，亦冇講佢墮地獄，亦冇講佢受苦難，亦冇講佢將來點修行，只不過係講提婆達多卻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咁係咩意思呢？咁呢段呢，其實呢，喺有一啲人呢解到呢度呢，佢將呢一品剔除咗嘅。所以你有冇聽過有啲係26品嘅啫，即係冇28品嘅《妙法蓮華經》啊。咁完整嘅就係28品嘅。咁佢覺得呢一品咧可能係後人加上去嘅。咁當然咧眾說紛紜啦。咁呢度咧我有唔同嘅體會，我將我嘅體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作為一種參考，等大家理解一下。因為我哋曾經講過，眾生不斷生死輪轉，去到成阿羅漢、成辟支佛，精神心量等於零，冇嘢噶啦。但係呢個覺悟嘅人，一個辟支佛，一個阿羅漢，累劫以嚟嘅生死係咪同無數眾生結過緣噶？呢啲緣未圓滿噶喎。留意下，當呢啲覺悟者蒙佛加被、蒙佛教化、顯發大悲之後，佢再興起如幻嘅大悲心，因為佢唔驚生死啦，係咪啊？佢已經唔驚啦，因為生死假噶嘛。咁成佛呢？成佛都係假噶嘛。
佢就攞生死成佛咧，變成一出戲啊，嚟到發願去度眾生。佢發願去度嘅眾生咧，其實好多因緣咧係會將同佢過往生死嘅時間未覺悟之前啊，同眾生所結集嘅因緣咧，再圓滿翻嘅，所以叫覺行圓滿。亦都發願圓滿啊，將來生無量眾生喺宇宙虛空嘅生死，亦都發願行順。所以菩薩嘅願由冇變成一點，由一點變成無量，無量過去無量，現在無量，將來無量，所以就能夠喺一切世間展示一切身形，救度一切眾生，而攝取一佛國。但係當中冇染過嘅。嗱，留意下呢個就係大乘嘅秘密。一般人最難理解，所以《妙法蓮華經》最難理解嘅就係呢種妙，既係不動，好似虛空一樣，但係遍滿過去、現在、將來一切世間，展示一切身形，呢種隨機應變嘅化度眾生嘅示現，一切意成無能測度嘅，測度唔到。有好多時候菩薩都未必理解到，唯佛與佛方能救了一切因果本門。佢只有如來先救盡一切。咁呢度亦都講述咗一樣嘢啦。原來啊，菩薩喺一福樂嘅世界攝取莊嚴佛國，佢度嗰啲咩人啊？梗係福樂嘅眾生啦，啱唔啱啊？福樂嘅眾生就因為佢嘅福夠，佢咪吸引啲福嘅眾生可以得生啦。所以佢極樂國土係咪不可以小善根因緣得生彼國啊？所以一樣，但係奇怪就係釋迦如來過去500大誓願啊，能夠喺呢個五濁惡世誓入去一切罪惡暴類，呢度可以講話絕對係大部分善根斷盡或者就嚟斷盡嘅眾生惡業眾生所生嘅地方，根本冇可能會有佛出現嘅。所以佢500誓願啊，過往修行3大阿僧祇劫，喺呢個世間累劫嘅生死，亦結集咗，因為恒順眾生故，佢亦結集咗有一啲嘅惡業嘅。呢啲惡業咧，本來咧係會墮於惡道，墮於三惡道報。好似《金剛經》講，如果有人明白《金剛經》乃至4句偈為他人說，俾人輕賤者，俾人哋辱罵者，乃至俾人哋謀害者，點解啊？是人先世惡業，應墮惡道，係嘛？以今世人輕賤故，佢喺呢個俾人輕賤故，佢所有要墮地獄嘅或者墮惡道嘅果報，一一消滅。所以以今世人輕賤故，所有惡業啊，得以清淨澄清。釋迦如來喺修行期間，喺成長期間，佢嘅表親提婆達多一直都係不滿佢嘅，妒忌佢嘅，因為佢處處都冇佢咁叻。但係呢種妒忌反而成就咗提婆達多更加嚴謹，係嘛？更加精進。提婆達多冇呢個釋迦如來有冇嬲過提婆達多？從來冇。佢好尊敬呢個提婆達多，但係佢對於提婆達多嘅種唔正確嘅觀念唔認同。對於提婆達多對佢嘅逼惱啊，乃至出家修行啊，初假扮皈依佛啊，到拉尾煽動啲佛弟子啊，諸如此類咧，佛從來冇嬲，亦都知道呢個人如果釋迦如來累劫喺呢個五濁惡世，唔係多得呢一個提婆達多有一種負面嘅刺激啊，佢唔能夠成道業嘅。所以表面我哋睇落去有好多唔好嘅現象出現，原來唔好嘅現象出現係幫助一啲修行人喺劣境當中咧，佢有所成就，反而係大善知識。當然啦，喺而家我哋面對緊佛陀入滅，佛法開始敗壞，因為波旬曾經發願，我要入你嘅法，披你嘅法衣，毀壞你嘅禁戒，滅你嘅法。咁當時天
天魔波旬喺如來面前真係發過呢啲願。咁而家咧真係我哋睇到咧佛入滅後700年500-600年開始咧，進入正法像法，再進入末法。1000年後，印度嘅佛法幾乎係消失咗㗎啦。點解啊？因為僧人敗壞咯，全部係俾呢個天魔波旬嘅願咧應晒嘅，消滅晒。但係亦都同時期好彩嘅就係有呢個阿育王朝將佛法帶到去全世界，亦都有我哋中土嘅大德高僧天竺或者其他國家嘅大德高僧咧，將佛法咧喺好早期已經帶咗嚟我哋中國，自西漢隋唐時期咧嚟到我哋中土嘅文獻咧好多，亦都保留咗佛法嘅精髓。咁亦都有好多時候，時至今日有好多啲邪師邪魔外道，披住如來戒衣同你講佛法僧，跟住同你講下點下個頭又唔使修你就得跟住點下你即身成佛噏句説話俾你，你即時開悟呢啲唔使學噶啦，呢啲我最緊要以人為師，以法為師有得嘅有法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啲咁嘅法門通街都係而家。咁呢啲聽落去表面睇起上嚟係咪破壞佛法呢？的而且確係破壞緊正法。但係同時期，我睇完呢個提婆達多品呢，我有另外一種體會。呢個係好多魔王佢諗住破壞佛法，但係其實佢已經將佛法廣宣流布，好似喺一個典故當中，維摩大士《維摩經》裏邊咧講有啲人咧唔敢問病其中有個叫慈世菩薩。慈世菩薩咧好叻個大菩薩嚟嘅喎，咁佢有一次修行，佛就叫慈世菩薩你幫佢問疾啦。維摩大士病咗喎，我唔敢去點解？我記得有一次咧，我禪定嗰陣，我禪定咧突然之間聞到好多香味，見到好多光遠遠見到釋提桓因，即係帝釋主即係我哋講嘅玉皇大帝，帶住12000個仙女咧嚟到我度。佢話菩薩你慈悲啦，你收留咗呢12000個天女啦，你教佢佛法啦，係嘛？佢哋好仰慕你㗎。佢話釋提桓因，你呢個五欲樂都唔係長久你應該要發心修行清淨，解脫生死，唔好再貪戀呢個五欲為樂啦。咁呢個帝釋主同佢繼續傾偈，突然間有把聲出現。邊個出現原來佢係維摩大士出現。維摩大士就話：哎呀，慈世菩薩，你唔好相信呢個唔係帝釋嚟㗎，唔係釋提桓因呢個係天魔波旬幻現出一個天帝主嚟擾亂你禪定咁咁既然係咁，你就不如你嗰12000個天女你留低啦，等我教佢佛法啦。咁嗰個波旬嚟擾亂你嘅啫嘛，佢唔會蝕俾你噶嘛，係嘛？梗係唔會留俾你啦，係嘛？佢想帶走，咁帶極都帶唔走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維摩大士咧以神力咧令到佢嗰啲魔眾咧仲喺度，跟住佢就話：慈世菩薩，你由得佢帶走啦，你就讓阿耨多羅嘅三藐三菩提嘅種子，透過呢12000個天女翻到去魔宮度蔓延整個魔宮啦，咁產生呢一個咁嘅一個典故。咁呢段典故咧，其實就講述咧呢個慈世菩薩不堪去問病，向呢個維摩大士問病啫，即係話呢個居士邊有病㗎？佢有病叫我哋去問病，梗係開示我哋，令到我哋好難堪啦。咁我哋唔敢去啦。想提出呢一個論點。但係我透過呢一段咧，我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原來菩薩要度眾生，話明要愛與利行同事布施。所以如果係魔王嘅，有啲真係要示現魔王嚟到度佢嘅，有啲會特登係同呢個魔王做個仔、做個老豆、做佢兄弟姊妹、做嗰啲眷屬咧嚟到去作惡，然後去再度佢嘅，真係有呢啲嘅。咁咧，我呢個咧呢一段嘅睇法呢，我自己深深體驗得到，因為釋迦如來要嚟呢個五濁惡世，
尤其喺佢成佛嘅呢一生，過往仲有業未清未了，就多得呢一個大善知識，善一個提婆達多嘅身上，為對呢一個悉達多太子乃至對佛陀諸般嘅唔尊敬羞辱傷害就會令到呢個修行人過往生嘅惡業咧盡消。有啲人亦都講，好似我遲啲有機會都會準備講藥師琉璃光如來呢個過往嘅東方過去七佛如來嘅功德力，同呢個世界嘅眾生有咩因緣呢？咁樣同釋迦如來同西方嘅極樂國土阿彌陀佛呢三尊如來有何因緣呢？我都好希望有一日要講。喺藥師經裏邊呢，同樣睇到一段俾人睇落去好似好唔公平嘅現象，就係話若果有人失諸正道，行諸惡法，奏起屍軌，令斷彼命，令到啲人呢用惡法嚟到害人嘅，或者生邪見嘅，或者呢殺生無數嘅。但係當佢一念歸命於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諷誦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以及念呢個藥師陀羅尼呢，佢所有嘅惡業應時消滅，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喎。留意下，有好多人會覺得，哇，咪好似好唔公平啊嘛，係嘛？咁你學嘢，你做人做得咁壞，又奏起屍軌，又令斷彼命，又傷身殺生，係嘛？點解你念一句佛你就乜嘢事都冇嘅呢？咁嗱，呢度呢，我自己亦都睇，呢啲就係如來種種嘅願力示現，係幫助一切修行人喺無上道皆得不退轉。點解呢啲人會得到啊？因為凡係相信藥師琉璃光如來，發願歸命禮拜供養懺悔，乃至諷誦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以及陀羅尼嘅修行人，呢啲人係咩人嚟㗎？皆是過去成願而來嘅大菩薩，因為度眾生故，所以和光同塵，同一切惡世眾生呢同事啊，所以有好多壞習慣，所以有好多唔好嘅嘢。但係當佢一面見到藥師琉璃光如來，一念懺悔，一念恭敬，如來就會醒悟佢宿世嘅本願。所以呢啲人除非唔掂，一掂馬上改。一改馬上勇猛，能人所不能，呢啲係咩嚟啊？菩薩嘅示現。所以咧，我哋要知咧，其實亦都題外話啦。釋迦如來呢個世間為圓滿佛菩提，佢宣説極樂國土，係叫人哋發願生於極樂國土，三根普攝，決定成佛。但係你去到極樂國土嗰陣咧，其實你係會應願入翻塵路嘅，入翻塵路你又唔記得咗㗎啦，又同呢個世界嘅眾生一樣顛倒生死咁。但係如果當你一念藥師琉璃光如來呢，佢就會叫醒你㗎啦。所以藥師琉璃光如來有一個大願，就係佢係用藥去救度眾生。呢個藥包含兩種特點，第一就係將我哋嘅身體裏邊嘅疾病醫治，第二就係令我哋覺悟發藥。所以同藥係俾邊個啊？藥係俾醫生用啊。咁乜嘢係醫生啊？凡夫唔係醫生，咁菩薩係咪醫生啊？係啦，菩薩到最後做醫王咯，做佛啊嘛，佛咪醫王，菩薩就係學醫生咁解嘛。所以菩薩用陀羅尼去療效眾生咧，好正常。所以呢一個咁嘅即係我自己嘅體會咧，我感覺到咧，原來喺大乘菩薩種種示現喺呢個五濁惡世當中，佢所出現得嚟嘅示現咧，往往係我哋冇一個人理解得到。以下落嚟講提婆達多有一本經，我忘記咗咩經，我記得就係佛陀落去地獄探提婆達多，咁佢有咁嘅業就要有咁嘅果㗎啦，係嘛？但係佢過呢啲果好容易㗎啫。佢話你揾邊一個如來嘅提婆達多啊？釋迦牟尼佛。原來佢成日都係咁幫一啲惡世嘅如來咧，即係成佛咧，嚟到去令到佢成就，而自己墮地獄。
咁佢入到去咧，佢就問佢嘅話：你可安否嘅？又在三禪。三禪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身心無染，意識念頭安住好清淨啦。即係喺地獄都好啦，佢嘅精神咧唔染嘅。咁呢啲係咪只有菩薩先有呢種咁嘅境地嘅？咁點解呢個菩薩能夠又要有唔染，又要有喺地獄咧？即係話佢有過一個惡因，但係亦都係有願嘅清淨，所以能夠產生呢種嘅現象。咁呢度咧亦都講述咗啦。喺《妙法蓮華經》，點解佛無端白事要講一個叫提婆達多的事呢？就勸導所有在會嘅弟子們，乃至天龍八部一切菩薩眾，點啊？生智慧眼目，唔好淨係睇一件事嘅表面嚟到取相。你要知我今日成佛，全靠我嘅大善知識。提婆達多令我當年發菩提心，令我得聞妙法蓮華，所以我能夠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四眾，嗱，以下落嚟咧就新經文嘅內容啦。佛就同四眾講啦，即係在家男、在家女、出家男、出家女啦。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提婆達多卻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將來啊，呢個提婆達多。我今日話俾大家聽，佢一定成佛。號曰天王如來，佢個名叫做天王佛，亦有如來嘅功德啦，包括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之佛世尊。嗱，呢啲我唔再重複啦，意味着就係話佢係具足一切如來同一嘅功德。世界名天道，佢個世界名叫做天之大道啊，天道是天王佛。住世20劫中，廣為眾生說於妙法。天王佛嘅壽命20劫，喺20劫當中，常說大乘，常說妙法蓮華咁解。恒河沙等眾生得阿羅漢果，無量眾生發緣覺心，恒河沙眾生發無上道心，得無生忍。嗱，大家對呢啲咁嘅名相，知唔知佢哋嘅分別啦？雖然大家聽到都係講緊妙法，不過有恒河沙眾生，哇！好多世界嘅眾生聽到呢一個天王如來宣說妙法呢，都能夠證到阿羅漢，得無生法忍。咁亦都有好多無量嘅眾生呢，有無量嘅眾生呢係興起咗緣覺獨自覺悟之心，即係破無明顯清淨咁解。亦有恒河沙眾生發無上道，即係成佛嘅心。聽完妙法蓮華，我心志向佛成，一佛成，無有餘成，就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係如是者得無生忍，知道一切法一切相皆是幻化，直至到得到不退轉。不退轉係不退轉菩薩位。乜嘢叫做不退轉菩薩位啊？六地以上名為不退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前四地，仲有個我喺度做緊嘢。雖然因為應願入於一切國土，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但係開始體驗一切如幻禪定。當佢知道一切係假，即係破無明。破無明嘅定義顯般若，般若至一現，仲會唔會退轉啊？唔退轉啊！即係話直至到佢證到六地以上，冇呢個六地叫做不退轉位。無論佢再現乜嘢身上，隨一個因緣度化一切眾生，但係佢永遠唔再俾自己嘅身上眼前嘅景物一切嘅法門去困擾佢嘅思維，比較高低，以為真實，已經唔染啦。咁解意味着呢，個人聽見呢個天王如來說法呢，皆得法益。有啲證阿羅漢，有啲證辟支佛，有啲發大乘心，皆冇幾多行得兩行呢，全部都證六波羅蜜，然後再行後邊四種波羅蜜，方便願力智，就究竟覺悟成佛。嗱，呢個呢係釋迦如來喺《妙法蓮華經》第12品當中呢，為在會嘅眾生呢去講述
呢一個提婆達多突出咗一樣嘢。你今日睇見呢個人害佛，原來喺佛眼睇呢個係成就如來成佛嘅大善知識。時天王佛般涅槃後，正法住世20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高60由旬，中廣40由旬。OK， 當時20劫完咗之後，天王佛會入滅，即係呢個入呢個般涅槃，即係話色身都圓滿啦。咁《妙法蓮華經》亦都講，喺如來壽量品度講，如來點解會要現呢個生滅之身呢？咁既然你話如來你係永遠噶嘛，覺悟噶嘛，係嘛？不如你一個身咪得啦，你唔好入滅得唔得啊？你唔入滅咪永遠喺度咯，係嘛？唔得噶，原來點解呢？後邊就講到啦，因為眾生嘅習氣越親近呢，你會覺得你都得噶啦，即係你好熟噶啦。所以如來特登要示現入滅，令眾生感覺到佛難值遇，佛法難聞稀有，所以因眾，所以就發呢個勇猛心去到收集。呢個係如來示現入滅嘅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咁當然都有緣，有種種嘅因緣示現啦。但係最重要嘅係因為令眾生感覺到佛法稀有難聞，所以一切如來以佢嘅願應化呢，亦所以有出現之期，亦有入滅之時啦。正法住世有20中劫，唔係小劫啦。正法住世即係話如來入滅咗之後，國中人民秉承呢個天王佛嘅教化呢，一模一樣嘅，有20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當時嗰個世界嘅人民係將呢個天王如來呢全身，即係冇火化，全身舍利即係成個身擠咗入喺一個七寶塔裏邊。高呢個60由旬，中廣40由旬。諸天人民悉以雜花、末香、燒香、塗香、衣服、瓔珞、床幡、寶蓋、伎樂、歌頌、禮拜，供養七塔，即係供養呢個天王如來全身舍利啦，係嘛？無量眾生得阿羅漢，阿羅漢果，無量眾生悟辟支佛，不思議眾生發菩提心，自不退轉。意味着呢個如來住世20小劫，乃至般涅槃後正法20中劫，亦以全身舍利安立喺呢一個七寶塔當中，能夠廣度無量眾生得阿羅漢、得辟支佛，乃至發菩提心，至不退轉菩薩境地。你話呢個提婆達多個功德幾不可思議呢？係咪啊？嗱，喺現實世間當中，未成佛之前，成就無數如來無上正等正覺，咁自己又受苦之餘，都終於將來圓滿成佛啦。成佛咗之後，喺佢嘅國土當中，廣度一切都係有三成果報啦，有阿羅漢，有辟支佛，乃至有菩薩嘅境地。到佢入滅20中劫以嚟，都廣度無量無邊眾生咁解。呢段呢亦都係講述咗呢呢個大善知識將來成佛嘅景象。佛告諸比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信心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呢度呢，其實有少少挑戰，因為有冇人疑惑啦？係一定有疑惑。哇！呢個人咁害佛，點會係佛嘅大善知識啊？原來好多嘅，好多喺大乘方等經裏邊咧記咗呢啲咁嘅例子咧。菩薩嘅示現咧係最唔起眼，甚至乎咧係反派嚟嘅。但係佢往往就係利益到咧呢個正派成佛嘅呢種果實。所以佢話：如果有人聽聞佛喺妙法蓮華經裏邊所宣説嘅提婆達多品，而有清淨之心，
相信敬仰嘅話咧，我哋要敬重咩啊？敬重呢啲逆行菩薩啊，為成就如眾生成佛嘅緣故啊，所以能夠咧作種種嘅逆緣嘅示現。咁將來咧，亦都會因為種種成就眾生嘅因緣咧，得成正覺。呢種逆行菩薩嘅示現，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唔會墮三惡道報，生十方佛前，能夠得生十方如來嘅面前，所生之處常聞此經，生生世世去到有佛嘅地方，成日都聽到呢本妙法蓮華經。咁即係話提婆達多同妙法蓮華經係咪黐住㗎？係咯，所以一定要知，原來妙法蓮華經所講嘅妙法者呢，好多時候係突出一啲大悲菩薩嘅行義㗎嚇。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花化生。你聽到提婆達多呢個名，你唔好當係一個反派，你當一個菩薩嘅話，你生生世世都常得生人天當中受勝妙之樂。如果能夠生於佛前呢，都係蓮花，唔係胎生嘅，係化生嘅嚇。呢度亦都係突出咗有提婆達多呢種逆行菩薩出現咗嘅呢種嘅功德力。佛係喺妙法蓮華經呢係專門談論嘅。於是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當時咧當如來講到提婆達多品之時候咧，跟從多寶佛塔出現嘅其中有一位菩薩，所從菩薩跟住呢個多寶世尊從地獄出品多寶佛塔咁其中有一個菩薩個名叫咩啊？名曰智積，智積菩薩就白多寶佛，佢話多寶如來，我哋不如翻去咯。當還本土，我哋翻去啦釋迦牟尼佛就告智積曰：釋迦牟尼佛呢就插口啦，善男子，且待須臾，不如等多一陣啦。須臾即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不如等待多一陣啦。此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還本土。佢話不如你等多一陣，點解呢？呢度有一位上首菩薩，名叫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你可以同佢一齊相見，論說一下佛法。呢個佛法一定就係指妙法，妙法蓮華嘅妙法啦。佢話論說妙法之後，你再翻去都未遲啊。咁如來一講完呢，就有嘢睇咯。以是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花大如車輪，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花，從於大海梭羯羅龍宮自然湧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從蓮花下至於佛所，頭面敬禮二世尊足，修敬以筆往智積所，共相慰問，卻在一面。即係如來一講完呢度呢，我係節錄咗出嚟㗎，簡單幾句説話，將個情景呢就勾畫咗出嚟。如果分鏡頭都好多個鏡頭㗎呢度嚇。當時文殊菩薩坐住千葉蓮花，大家睇下咯，千葉蓮花喎，你見過100葉蓮花未啦？都好難見啦，係嘛？500葉蓮花係點嘅呢？我而家準備揾人畫，就畫個千葉蓮花。咁你真係要畫個千葉蓮花，你感覺到原來一葉都一功德成就出嚟㗎，放種種光，好似個大車輪，即係話大到不得了咁大嘅千葉蓮花，同埋文殊菩薩一齊出現嘅呢啲菩薩們，即係唔係一個啦，係一大群啊，多到不得了，都係坐寶蓮花，全部有蓮花台，一聲聲起，從於大海，喺呢個大海嘅梭羯羅龍宮，一個梭羯羅龍王嘅宮殿喺下邊一個海度出嚟嘅，屬於海龍，屬於海龍。龍有天有龍有海龍咁樣㗎，住喺海嘅龍王，自然湧出住虛空中，哇！
一上到個天度啊！因為多寶佛塔係咪上咗去天啊？咁啊一樣上到去虛空當中，就頂禮靈鷲山，從蓮花下就行到去佛所，咁啊裏邊已經記載過係當時釋迦如來喺邊啊？坐咗喺多寶佛塔，係嘛？多寶如來讓咗半邊位俾釋迦牟尼佛坐啊嘛，所以佢去到頭面敬禮兩個世尊，真係好少見到佛經記載有兩個佛同時出現，真係喺一個地方，仲要坐埋張凳，咁啊真係相當之特別嘅嚇。兩世尊嘅腳修敬已畢，即係修行禮敬完畢之後呢，就去到至積嗰個方向，互相共相慰問啦，問訊啊，然後卻坐一面就坐喺佢隔離啦，準備精彩嘅對答。至積菩薩就問文殊師利咯，人往龍宮所化眾生，其數幾何？咁人即係仁者，通常呢，菩薩與菩薩或者佛與菩薩中間呢嘅稱呼呢，就會用仁者嘅，仁者即係仁慈的菩薩啊！你往龍宮，你所化嘅眾生，請問化咗幾多呢？咁啊，其數幾何？即係你所化嘅眾生嘅數目有幾多呢？文殊師利言就回答：其數無量，不可稱計。我喺龍宮所化嘅眾生，太多咯，太多咯，計唔到，不可稱計，非口所宣，你個口噏都噏唔晒，非心所測，你諗都諗唔到，多到冇辦法講到俾你聽嘅。咁你會唔會感覺到好似哇，使乜咁誇口啊？係咪啊？會唔會有種咁嘅使乜？有冇搞錯啊？真係數唔到咁多，係嘛？佢話：且待須臾，自當正知。你等一陣啦，一陣你就知啦。咁解啊？自當正知。所言未竟，佢都未講完啫。一陣就知，個知字都未開口講，已經有嘢出現啦。未竟啊，無數菩薩坐寶蓮花從海湧出，詣靈鷲山住虛空中。同樣地，跟住佢哋未啦，轟轟聲，哇，多到不得了啊！從海湧出嚟啊，全部係有蓮花座嘅啊！蓮花座係代表咗呢個菩薩已經悟染世間，已經係生於一一佛國，倒駕慈航，所以坐於蓮花座當中。佢話：此諸菩薩皆說文殊師利所化道，據菩薩行，皆共論說六波羅蜜。佢話呢啲人啊，呢啲大菩薩啊，全部都係文殊師利菩薩去化道，具足一一菩薩萬行，能夠共說一齊論說六波羅蜜。你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當然唔係我而家講緊呢啲名相咁簡單，梗係一一布施波羅蜜裏邊有一一無量百千萬億誓願啊！持戒波羅蜜一一無量嘅持戒波羅蜜，乃至精進啊、禪定啊、忍辱啊等等啊、般若啊咁。佢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佢話本來呢啲人全部都已經係得證阿羅漢，喺虛空能夠隨宜為一切求覺悟嘅比丘們說種種淨化意識念頭嘅修行。今階修行大成空義，而家因為喺呢個基礎已經轉修行大成空義。咁到底修行阿羅漢嘅空義同修行大成嘅空義，請問有乜分別呢？咁嗱，以我哋聽咗咁耐經嚟講呢，其實我哋一定要搞得清楚。喺無量義就係講緊聲聞緣覺都係講空，菩薩又係講空，
咁到底呢幾啲空有咩唔同呢？咁坦白嚟講，都一樣唔同嘅啫。空本身係一致嘅，唔會有兩個空，空就係一個空嘅啫。但係聲聞緣覺有空嘅解脫，無色嘅妙用，更無悲嘅應化，冇嘅。但係所有嘅大乘嘅空義覺悟咗之後，佢係會悲憫一切眾生嘅苦惱。嗱，呢個呢，有人講佢咁咪即係執着，你可唔可以咁講呢？係喎，你本來空咗噶啦嘛，冇噶啦嘛，你何來又會由悲憫眾生執着？你又要入塵勞，咁你咪又俾佢所迷，係咪啊？喺《維摩經》裏面講，菩薩有病咩病？慈悲病。有眾生就有病噶啦，佢係咪病嚟噶？係病啊！佢唔病點道理呢？係咪？所以菩薩以慈悲為病。咁我又問下咯，問下啲阿羅漢，你證咗阿羅漢，你證咗辟支佛，你覺悟咗係咪已經無掛礙生死啊？但你諗翻你未覺悟嗰陣，嗱，你未覺悟，你而家阿羅漢啊嘛，你過往生係咪眾生嚟啊？你未覺悟嗰陣，你苦唔苦啊？苦喎！咁你睇翻你過往生嘅父母兄弟姊妹叔伯，雖然佢哋係妄，但係佢妄執緊喎，佢個苦係好苦㗎，係咪先？同你未覺悟嗰陣嘅苦係咪一樣啊？你跟住再睇下佢仲有幾耐生死？嗱，你有智慧啊嘛，原來佢永遠苦落去噶嘛，佢冇得停噶嘛。所以眾生由纖毫間變至無量，一切煩惱生死亦都從纖毫間變至無量。所以菩薩雖然知假，但係佢因為悲憫一切眾生，永處呢個財色名食睡，乃至一切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乃至一切惡業纏縛喺三惡道當中輪轉不息嘅呢種果報，佢興起如幻嘅大悲心。呢種如幻嘅大悲心遍滿過去現在將來虛空一切世間，乃至一切極微塵數世間所有一切眾生之類，佢都發願講道嘅。但係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無數無盡嘅眾生，佢知道原來自己係假，眾生係假，一切生死假，道嘅相都係假噶，咁解。咁呢個呢，名為大乘嘅空義。嗱，留意下，所以阿羅漢嘅空義，辟支佛嘅空義就係我一空，乜都冇晒。嗱，呢個空係冇分別嘅。但係大乘嘅空義就係我乜嘢都冇晒，但係可以應化萬千。過去現億萬身，現在現億萬身，將來現無量無量百千億萬身，廣度宇宙虛空一切世間嘅眾生。但係原來同樣係空義，咩？一出就冇，過去一出就冇，而家一出就冇，將來一出就冇，個空間冇喐過。呢種空義名為大乘空義，好深。嗱，呢個道理就好深。咁我哋要明呢啲冚唪唥圓滿六波羅蜜，梗係咁深噶啦，我哋冇得夾硬講錢佢嘅。明我哋冇得講啦嚇，即係要睇根基。但係我一定係要講到點解佢話本聲聞人在虛空說聲聞行啊嘛。本來呢個聲聞行解脫噶嘛，覺悟聲聞就冇利他嘅。但係今階修行大乘空，大乘就梗係要度眾生啊嘛。但係空義喎。文殊師利為自即曰：於海教化，其事如是。我喺海中教化無數嘅阿羅漢，今全部成為大乘菩薩摩訶薩，就係咁教。喺嚴淨嘅佛國，包括極樂國土、九品蓮花，全部都係一條道路穩定咁樣正進成長嘅，冇逆緣嘅。有冇阻礙你嘅？冇。你想唔成得唔得？唔得。佢嗰度自然成就，所以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係呢啲菩薩一應願啊，入於穢土咧，所行嘅法同極樂國土嘅法會唔會唔一樣啊？直情唔係嗰樣嘢嚟嘅喎。嗱，留意下先啊。即係你溫室嘅花朵，梗係最靚啊，係嘛？冇嘢騷擾。但係你喺火裏邊生蓮，難唔難啊？難喎。所以呢個多寶佛塔喺多寶如來
嗰個講道當中，全部一一都係聖經啊！有冇五濁惡世呢啲咁嘅劣境啊？冇。所以呢個智積菩薩對於呢啲咁嘅教化，佢未必體會得好深。以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揚，讚歎呢個文殊菩薩。哇！原來你喺個疏羯羅龍宮度咗咁多眾生，個大智德勇健，花到無量眾。哇！大智德又智慧又大德行，好勇猛，好壯健。勇猛即係無畏，佢怕唔怕㗎？唔怕㗎喎。嗱，呢個唔怕點樣講呢？即係好似我哋教人哋做司儀，教人哋面對大眾，你唔好驚啦咁。原來你要佢唔驚唔得㗎，佢好驚，仲驚啲添。咁我教人唔驚，原來咩方法咧？你知唔知？我教人做司儀嘅方法就係而家有一句説話，一段説話咧，你一唔講咧，冇人講㗎，佢哋全部唔知嘅，就靠你講俾佢哋知嘅啫。即係舉個例，呢度呢間房裏邊有好多大老闆啊、總統啊，即係胡錦濤啊、溫家寶喺度開緊會，你敢唔敢入嚟騷擾？唔敢啊！跟住你話唔係火燭啊嗰度，你快啲佢走，唔係燒死佢，你敢唔敢啊？咁咯喎！咁多位，唔好意思，火燭啊，你跟我嚟，係咪？你唔怕醜，點解？你有責任。原來好奇怪，你有個職責，有個責任，你個責任係大過晒你所有嘅嘢，你係乜都唔驚嘅。好似一啲細路仔喺個街度亂咁走，啲巴士熙來攘往，你好緊張啊！哇，細路唔好再走啦，拖住走啦，跟住一個跟一個，你好惡咁都得一樣嘢，你唔再怕醜啊！你唔，因為你要救人啊嘛。原來咧，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你個勇健喺邊度嚟咧？係喺你嘅慈悲同埋你嘅責任。到底你有冇肩擔起一個責任咧？當你認為我係消防員，你怕唔怕火場？唔怕，但我會好小心。但係我會計準晒所有嘢，一個都時機成熟，我就要衝入去噶啦，唔怕嘅。呢個就係勇健嘅感覺啊！咁啊，文殊菩薩啊，你真係大德勇健啊，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今此諸大會及我皆已見。哇！我真係見到原來你喺龍宮發現咗咁多噶，倡演實相義，開展一乘教啊！你咧展揚為佢哋開示如來嘅一乘教法，菩薩乘，廣度諸眾生，令速成菩提。你令到佢哋好快就會成等正覺噶啦。文殊師利就講啦，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為常宣說妙法華經。我喺龍宮裏邊時時為大眾宣說妙法蓮華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稀有，頗有眾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否？有一句説話，佢話開悟靈驗成佛法華嚇，聽下法華經都決定成佛，仲不得了啊！智積就問文殊師利咯，哇！今日我喺呢度聽見釋迦如來講呢個妙法蓮華經，所以我同呢個多寶如來同埋寶塔一齊出現喺呢一個聚會當中。呢部經其實係好深好微妙嘅喎，諸經中係最寶貴。世所稀有，世間最稀有嘅經典嚟嘅喎。咁有冇人？頗有眾生，是否有眾生咁解啫？頗有眾生係問號嚟嘅。是否有眾生勤加精進，依呢本經所教而行，速得佛否？好快成到佛呢？咁我問佢嘅。其實呢個都好挑戰啊，亦都超越咗我哋喺呢個五濁惡世佛為世間受記呢啲咁嘅現象。
出現咗一個咁嘅事相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菩薩就回答：有疏羯羅龍王女，年始8歲，智慧利根，善知眾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好，解到呢度。文殊師利就咁講啦，佢話有啊有啊，有一個就係疏羯羅龍王嘅女，佢今年呢喺龍壽當中得8歲嘅啫。佢嘅智慧非常之鋭利，聰明絕頂，能夠知道善知一切眾生佢哋嘅根性，佢哋嘅行為業力，得陀羅尼，得大總持，即係無法不知咁解。諸佛所說甚深秘藏，如來所講嘅一切秘藏，佢完全通了，悉能受持，悉即係全部都能夠接受受持到，能夠一念間入於甚深嘅禪定，了達一切諸法，宇宙虛空一切嘅法門，佢一陣就知晒。咁犀利！於剎那頃，當佢聞法一覺悟嗰陣，經過一剎那間嘅時間，剎那即係將一秒唔知剁開幾多分之一秒，就叫一剎那咁解嚇。即係話係最短嘅時間，曾經興起過一個菩提心，我要成佛，咁簡單嘅啫，得不退轉，即刻已經決定得不退轉，辯才無礙。哇！佢啲説法啊，口才好到不得了，慈念眾生猶如赤子，赤子之心啊，冇其他雜質咁解。佢愛護眾生啊，真係一啲純到咧冇任何雜質，功德具足啊！佢嘅功德一切圓滿具足，心念口演，佢心一諗到個口就講到，微妙廣大，哇！微妙廣大到不得了，佢嘅願，佢嘅智，佢嘅悲，慈悲仁讓，佢嗰種有如來嘅慈悲之心，仁讓一切眾生智意和雅，佢嘅志向，佢嘅意念好溫和，好優雅。能至菩提，能夠直到成佛啊！有一個咁不可思議嘅8歲細路女龍女龍壽8歲啊！智積菩薩言：你講咩話？你話智意和雅，能至菩提，好快成到佛？智積菩薩就回答佢啦：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我睇到，我以神通力見到釋迦如來喺呢個五濁惡世啊！哇，經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都係求無上道，即係成等正覺，未曾止息，未停過嘅。觀3000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去，非是菩薩捨身命處。佢話我觀察宇宙虛空3000大千世界，無量無量嘅諸佛國土，有佛世界冇佛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去，即係意思咩？3000大千世界裏邊，好似芥子咁細嘅地方在內，窿窿罅罅咁解。非是菩薩捨身命處，幾乎都係釋迦如來示現過嘅咁解啊！呢度嘅形容就係話，我睇3000大千世界，真係就算係一粒微塵咁細嘅地方，莫不都是釋迦如來過去行菩薩道捨身命之處，為眾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佢終於先可以成佛啊！你睇釋迦如來修行幾難，唔係一生可以得嘅，係無量劫行菩薩道，到最後先喺呢個五濁惡世成佛喎。不信此女，於須臾頃變成正覺。對唔住，我唔相信你頭先所講
呢個疏羯羅龍宮嘅龍女，竟然間可以話一陣間就可以成佛，係咪好難令人信？言論未訖，佢都未講完嗰個語氣嘅尾，是龍王女。當時呢個疏羯羅龍王嘅8歲龍女忽然於前，突然之間就喺佢面前出現，頭面禮敬頂禮呢個智積菩薩，卻住一面以偈讚揚。咁啫就去到企埋一邊，就有一句偈讚咩啊？讚佛。佢話深達罪福常，讚如來啊！你嘅智慧能夠深達一切眾生嘅罪福嘅真相，知道一切因果，遍照於十方，能夠遍滿照耀宇宙虛空十方世界。你嘅智慧無不通達，微妙淨法身，清淨微妙嘅不動法身，而顯現呢個相具足32，具相32，以80種好，即係話32相80種好，係形容如來最圓滿嘅應身嘅相狀，用莊嚴法身，用呢個咁嘅32相80種好呢個佛身嚟到莊嚴清淨不動嘅法身咁解。你冇呢個相，你唔知如來嘅智慧等於法身。透過呢個相，你知道呢個如來嘅智慧，知道宇宙虛空一切真相，顯現出法身嘅功德。天人所大仰，所有一切天人無不敬仰啊！呢個頂戴啊，好尊敬咁解。龍神咸恭敬，天龍八部共所恭敬，一切眾生類，一切眾生類無不忠奉者，冇一個唔去以你為宗主嚟到去供養你、跟從你咁解。又聞成菩提，唯佛當正知。一切我亦都聽到，一切成菩提者，邊一個眾生成佛，唯佛當正知。只有如來，你可以為佢證明。你可以知道嘅真相，其他人唔知嘅，其他人唔可以證明嘅。跟住佢話：我展大乘教，我聽聞文殊師利菩薩教我妙法蓮華經，我亦都為無量眾生宣說妙法蓮華經，度脫苦眾生，能夠度脫苦難執迷眾生。意思就係話，當智積呢個菩薩話：我唔相信有一個細路女能夠喺好短時間成到佛。佛陀要喺呢個五濁惡世成等正覺，有3000大千世界過去行菩薩道時，乃至芥子許嘅地方，佢都示現一切救眾生嘅責任，難行能行啊，難忍能忍，終於今日先可以成佛。你有個細路女話聽到呢本經，發一個心喺短嘅時間可以成佛，我唔信。跟住就出現咗一個龍女，龍女就於是乎就讚佛。到拉尾成日講一樣嘢，佢話我展大乘教，度脫苦眾生，而跟住就講唯佛當正知，其實想講緊呢樣嘢。我展大乘教，度眾生，我當成菩提，只有佛先至知，只有佛先可以證，咁解。咁講完呢，智積菩薩就代表咗呢個多寶如來座下嘅菩薩。釋迦如來座下有個阿羅漢，都已經被佛授記將來作佛嘅，叫做舍利弗，大智舍利弗。是舍利弗與龍女言：汝為不久得無上道？你話你好快就會成佛，事事難信，呢個好難令人相信。所以者何？點解呢？女身舊位，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第一點疑問。佛亦都講，女身不能作主，女身本身係舊位，
嗱，稍後我讀完晒呢段呢，我解釋一下如來所講嘅救慧同我哋凡夫認嘅救慧嘅分別喺邊度？咁啊話女身救慧非是法器，唔係裝佛法嘅器皿，云何能得無上菩提呢？仲點可能你會得到成佛嘅境界呢？無上菩提即係成佛嘅覺悟啦，無上正等正覺咁解。佛道圓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道，然後乃成。佢話你要知道喎，阿龍女，修行成佛嘅道路啊，哇！曠即係曠野，曠闊；圓即係話高原，睇唔到邊際。學佛修行啊，哇！無量無邊啊，仲要經無量劫，遍無量嘅世界。勤苦積行係要好勤力、好勞苦地累積一切嘅功德，具修諸道，具足修行種種嘅波羅蜜咁解，即係六道波羅蜜啦。諸道即係諸波羅蜜咁解，然後乃成，然後先可以得喎。佢話有女人身，又有五障。佢因為有女人之身呢，有五種嘅障礙：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呢？咁點可能女身會好快成佛呢？咁嗱，首先講佛法會唔會貶低任何一種眾生呢？係一定會嘅。咁我哋會講天龍八部或者六道輪轉，有天有修羅有人有畜生有餓鬼有地獄，啱唔啱？呢六條道路係咪自己攞翻嚟嘅？與人無尤噶嘛。咁我哋可唔可以話畜生有好多苦難，或者成日俾人哋宰殺，或者成日要接觸殺業，佢嘅業力好重，就不及於人，人嘅福利又不及於天，咁係嘛？咁我哋有冇貶低呢啲眾生呢？其實冇。留意下嚇。咁我哋一定要知女身點證嘅先。點解話救慧？救慧唔係話佢身體救慧，而係話係佢嘅心量。因為我哋要知，我係一個男人，我下世如果整一個女身，我會點證到呢？咁原來我狹隘，原來我小氣，原來我記仇，原來我算盡人，原來我嘅口業不好，我就會墮女身。所以我哋要知一樣嘢，唔係話佢救慧，而係惡習，尤其係內心嗰種狹隘嘅心，形成出佢有咁嘅相。憑呢個相，我哋推論，咁當然會唔會有菩薩化現咧？梗係有啦。畜生有冇菩薩化現㗎？原來都有㗎喎。所以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呢個好特殊嘅現象係菩薩嘅應化。咁呢個龍女咪就係菩薩嘅應化咯。你就咁用個女身體佢，你咪錯晒咯，就係咁簡單啫。咁但係我哋要知，如果一個女人、一個男人佢具足頭先我所講嘅缺漏、小氣啊、執怪啊、計較啊、是非啊、口角啊，你就會話佢，呢個女人型嚟嘅，乸型嚟嘅係嘛？調翻轉你見到啲女人呢，有啲女人冇女性嗰種陋習嘅喎，好有責任感，好有勇猛心，好強嘅力，講得出就做噶啦。哇！你會點同我？哇！呢個唔係女人嚟㗎，你會得罪佢啊？哇！呢個大男人嚟㗎，我哋都跟佢揾食啊，係咪啊？有冇呢啲女人㗎？有喎。咁你下世做咩啊？一定唔墮女身。呢個係習氣，自己嘅習氣所顯現翻出嚟。呢度所講係一般嘅生死輪轉出現嘅女相，通常會出現咁嘅現象。所以佛住世，嚴格嚟講，佛係唔聽許女身出家嘅。初係得比丘嘅，冇比丘嚟嘅。咁咪因為佢嘅姨母要出家，佛唔聽許。
柯難咧就勸翳啊佛陀，佛陀你俾佢哋啦，你佢真啊，佢哋班人真，佢哋真啫，後邊嗰班唔係真，將來嗰啲唔係真噶嘛，係咪先啦？你一兩個真冇問題，但係一俾你開，我可唔可以唔俾後邊嗰啲？唔得。咁你唔出家可唔可以修行？唔出家都可以做菩薩噶嘛？點解你要出家咧？咁所以佢就第多次勸請佛就話：好啦，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哀求，如來又點會唔圓滿你呢？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女性出家要守多百幾戒，將女性嘅習氣再對治。對於男性嘅出家人，必須要尊敬。咁所以另外加一種叫做八敬法。咁八敬法睇落去就好唔公平嘅，就係即係出家人女嘅出家人，唔理你出家幾耐，一個新嘅比丘出家咧，你都要頂禮佢嘅。仲有你要做咩嘢都要問過佢，佢成日要鬧你開示你都得嘅，咁樣嘅。咁當然咧，即係話其實係你咁都出家嘅，咁你係咪要即係願意接受咧？如果唔係，你唔出家都得噶嘛，你優婆夷都得噶嘛，係咪優婆夷都得噶喎？啱唔啱？你我守菩薩戒得噶嘛，唔一定要出家嘅。但原來你出家嘅話咧，你等同着咗件佛嘅衫，你就代表如來。咁你嘅女性習氣就要全部消失，就咁解嘅。咁啊，亦都咧，即係因為唔守八敬法，咁啊佛法就開始毀壞。咁亦都我都知道咧，近年嚟咧有好多地方，全世界都有咯，有啲比丘嚟咧就倡議廢咗八敬法，即係唔要八敬法嘅。意思就係話，你哋啲有啲出家人都唔係真係好如法啦，係咪？我點解仲要問你？我守戒仲乾淨過你，係咪？佢可能有啲咁樣嘅比較，咁但係佢唔明如來制呢啲戒嘅作用喺邊。咁呢度咧亦都講述咗一樣嘢咧，就係女當時呢個舍利弗啊，舍利弗聽見呢個龍女講翻咁嘅説話。咁大口氣嘅呢個嚇細路女嚟嘅啫喎，你識行冇幾耐，又得8歲，龍嘅8歲，唔係人嘅8歲喎，唔好睇小喎。呢啲阿羅漢係咪二乘人啊？二乘人唔知道菩薩嘅不思議示現，所以輕視佢呢個女身。呢個智積菩薩喺其他佛世界唔知道五濁惡世嘅嗰種嘅複雜，菩薩嘅願力啊，應化萬千，唔知就用身相取佢嘅境界，係嘛？所以一個就話：喂，你成佛好似釋迦牟尼佛，要行好多菩薩道先得。我呢幾歲你又話成佛，唔係啩？咁啊，呢個舍利弗亦都一樣啦，輕視呢個人就話出咗咧，佢話咧女身有5障，一者唔能夠做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因為已經係色界天，冇女身，係男身嚟㗎啦。色界諸天咧男身，係六欲天內有女身嘅啫。帝釋玉皇大帝，我哋話釋提桓因做會唔會有女身做帝釋㗎？冇㗎。一定係魔王唔得嘅，魔王係唔可以有女身，轉輪王都唔能夠女身，佛身就更加唔能夠係女身添啦。云何女身速得成佛呢？咁好輕視，真係種種事上。以是龍女有一寶珠，我好中意留意呢啲咁嘅形容詞嘅嚇，價值3000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當時呢個龍女咧唔答呢個舍利弗啊，答都唔答，就喺咗如來面前頂禮，將頸上邊一條寶珠攞咗落嚟。請問價值幾多啊？人哋睇一句字冇乜感受，我睇好有感受。咩叫價值3000大千世界？價值7寶，價值
一個地球都唔得了啦，一個太陽系都唔得了啦，價值3000大千世界。嗱，呢啲係咩寶呢？我唔知，但係佛經寫得到呢，佢真係有咁嘅價值嘅，唔知乜嚟㗎。即係話龍宮，我哋而家話到好多大乘經典係龍宮取出，有乜咁出奇啫？呢啲咁嘅天龍八部再會，跟住釋迦牟尼佛記好多現象，睇到好多其他世界嘅現象記埋落去。我哋凡夫喺山洞裏邊結集，一定記唔到呢啲嘢嘅。咁當然你可以，喂，我有啲懷疑喎，懷疑係可以嘅，唔通懷疑都唔得咩？但係你打個問號，因為我哋胎生嘅眾生，永遠以一個正常嚟講，我哋胎生嘅能力係永遠睇唔到嘅，除非你真係覺悟，除非你真係顯現神通，咁你咪知咯。咁但係與唔係，我哋而家仲打個問號。即係我將來去唔去得幾多國土唔知，打個問號。你將來成唔成到阿羅漢唔知，打個問號。冇所謂，我跟佛行，永遠向住呢條路行噶嘛。我唔會離開條路就得啦。最緊要唔好離開條路啫嘛。好啦，呢個價值3000大千世界，令到我哋感覺龍王係主寶寶貝。呢個價值用乜嘢嚟到衡量佢3000大千世界呢？總言之，好難講。但係佢絕非一般嘅寶珠，佢將佢獻俾如來，持以上佛，即係供養如來咁解。佛即受之，佛冇拒絕，你一攞嚟佢好順手就攞咗。龍女為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龍女咧就對住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就咁講咯。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佢話嗱，我喺你面前獻條珠俾如來，如來接受，你覺得呢件事快唔快呢？疾即係快捷咁解。呢件事發生得快唔快呢？咁解。答言甚疾，好快喎，好快。如來都冇講任何嘢，又冇問，即刻就攞咗咯，快唔快？快，你一俾佢就攞啦，快啦，係嘛？女言予以神力，以與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佢話嗱，你哋用神力睇我成佛，仲快過我獻珠俾如來，如來要。咁嗰兩個人都未得閒回答喎。佢聽完咗喎，當時眾會大家都見到啊，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據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城等正覺32相80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為時會天人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無量眾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眾生得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3000眾生絕不退地，3000眾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眾會默然信受，即係冇嘢講，即係呆咗，快到咁交關。佢話：你用你嘅神力睇我，我成佛快過我獻珠俾佛，佛要我呢段時間。衝就一轉身變個男人，具足菩薩相，轉一轉身笑一笑啊！如果我拍呢個鏡頭，我仲要笑一笑對住佢，衝一聲就喺個南方世界無垢世界攝取佛土，就成佛，即刻宣説大法。當時3000呢個娑婆世界3000眾生住不退地，3000眾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當時呢種咁嘅龍女轉男身，男身再即時能夠喺佛國成佛。嗱，呢度唔係釋迦如來喺呢個娑婆世間對人類眾生㗎，唔係㗎。實我哋要知一樣嘢，對人類眾生下一次將來成佛嘅邊個？未啦，啱唔啱啊？OK，但係呢度呢係
文殊菩薩喺龍宮為龍宮眾生宣説妙法蓮華經之後，有無數菩薩都已經成就，所以亦都係亦證住呢一個寶積菩薩嘅到訪，釋迦如來叫文殊菩薩兩個菩薩相見，凸顯咗兩樣嘢。智積菩薩佢係代表咗他方驗證佛土，須菩提尊者代表二乘嘅阿羅漢，啱唔啱？一個他方菩薩，一個二乘羅漢，對住喺呢個世間文殊菩薩喺龍宮化現嘅一個龍女，佢嘅行儀唔順受，係咪啊？你要睇喎，呢個典故話俾我哋聽咩嘢呢？咁但係原來呢個菩薩就喺呢個五濁惡世當中，原來係應翻一個因緣，就喺呢度仲有一個8歲龍女，就8歲啫喎，轉身就成男身啦。8歲就完咗佢個龍女身，跟住男身就成佛喎。你話快到點啊？咁當然呢種示現佢有佢個古仔嘅，佢唔會無端白事會出現一個咁嘅一幕戲。咁呢幕戲嘅前因後果就梗係有佢嘅，佢呢度就冇講。不過就講述咗所有行妙法蓮華嘅人，眾生係睇唔到嘅，同唔同意啊？有一本經我以前講過，好精彩嘅，好短，叫做《妙慧童女經》。咁啊，當時咧呢個妙慧童女又係8歲，佢就聽如來説法之後咧，就行出嚟咧就發願，嗰啲願咧大過晒在嗰啲大菩薩。文殊菩薩睇到呢個8歲妙慧童女，喂，你講啲嘢咁犀利嘅，又有個阿羅漢問佢嘅，咁妙慧童女又講幾句説話，搞到個阿羅漢唔識講。跟住文殊菩薩出嚟，再同呢個妙慧龍女講，妙慧童女講，妙慧童女就喺如來面前再發大願。呢個文殊菩薩覺得呢個唔簡單，即刻唔再問，跟住問佛陀，到底呢個妙慧童女係咩人，係咩大事咧？佢已經知佢係大事㗎啦，點解能夠講出咁犀利嘅大乘法呢？咁啊，釋迦如來就話：文殊菩薩，呢個妙慧童女其實佢同你好大因緣，你最初發菩提心就係因為呢個妙慧童女教化你嘅。哇！老師嚟嘅原來。咁當時咧，哇！呢個文殊菩薩即刻身無街樹，即刻就頂禮呢個妙慧童女。嗱，我哋只係舉翻呢啲例子，即係話一喺呢個五濁惡世行妙法蓮華嘅菩薩嘅示現啊，一切眾生冇人能知嘅。所以啊，呢裏邊呢度呢，遲啲後邊就講到呢個常不輕菩薩啊，呢啲呢，全部都係講緊行妙法蓮華經或者為眾生宣説妙法之人啊，佢嘅示現往往都係不思議。你諗下，8歲嘅疏羯羅龍女能夠轉身成男身，跟住再轉身喺南方世界成佛，能夠再導引娑婆世間嘅無數眾生，哇！呢啲舉動一剎那間快到不得了，令到在會嘅人，包括呢個智積菩薩以及舍利弗，默然順受，歎為觀止。好啦。嗱，呢段呢就係第12品裏邊嘅內容，主要記載2個事例。第一個就係提婆達多，一個本來係成日害佛嘅人，原來佛讚佢係佢嘅大善知識。原來最初聽聞妙法蓮華經嘅就係呢個提婆達多教化呢一個釋迦如來過往生呢個國王啊。所以呢，係佢嘅大善知識。咁亦都講述呢，呢個寶積菩薩呢，想叫多寶如來呢，我哋還至本國啦，等等等等，有一個菩薩準備可以同你見面。
論下妙法嗱，論咗妙法啦裏邊咧原來介紹咗咧，帶出咗呢個八歲龍女喺呢個《妙法蓮華經》嘅聚會當中當眾成佛嘅示現，亦都更加令到二乘人對於妙法蓮華深不可測，乃至一個他方國土嘅大菩薩摩訶薩佢都不解，原來呢個五濁惡世行妙法蓮華有咁不思議嘅現象出現嘅。好啦，下一品咯，第13品《妙法蓮華經》勸持品，即係呢一品當中主要係由如來以及菩薩嘅對答當中，勸導將來之世有眾生聽聞《妙法蓮華經》，應該要點樣去發心受持，勸導佢哋勤心莫退。爾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與2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累，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眾生善根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生命。好啦，一聽到呢度，大家睇到，哇！原來妙法蓮華經嘅功德咁不思議，聽下咋能得決定成佛嘅果報。佛喺住世當中咧，為第受記一一作佛啊！哇！亦都親眼見到八歲龍女咧當眾成佛，真係不可思議。當時藥王菩薩摩訶薩以及大樂說菩薩摩訶薩啊，呢啲咧都係同我哋呢個五濁惡世咧啊，呢啲娑婆世間嘅眾生咧有大因緣，以及2萬菩薩摩訶薩，佢哋跟從佢哋做眷屬嘅，喺佛前咧作大誓言：如來你唔使擔心，你唔使擔心將來，唯願世尊不以為累啊！唔好以佢為累，我等於佛滅後。如來你入滅咗之後，我哋會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眾生將來由法欲滅時，乃至去到末法之後，惡世嘅眾生啊，善根轉少，開始越嚟越少善根，多增上慢。增上慢即係我用一句好簡單嘅俗語講，就係自視好高，即係我覺得我高你低。而家我發覺到咧，香港人咧都好多都係抱住呢啲心態，我高你低。你哋買嘢啊，我高你低，係嘛？你叫我幫啊，我高你低。做咩都係句句説話都凸顯自己嘅身份嘅，危險。呢個咧喺修行人喺學佛修行，其實最緊要第一時間打爛呢個我，唔好高。所有菩薩嘅特徵係你高我低。嗱，你做到咁咧，哇！一切諸天鬼神都皆恭敬你、禮敬你。只有越恭敬人嘅人，越受人哋恭敬；只有越驕傲嘅人，人哋越鄙棄佢。真事嚟嘅。咁佢話末法時期將會係多增上慢，仲有做咩都好啦，計較利益先，貪利供養有乜着數，有乜好處，增不善根，種種不善之根增起，遠離解脫。我嘅感覺好認同呢番説話。解脫者係講精神心性。我哋話在家已難解脫係嘛？本來就求出家，其實出家我而家睇更難解脫，因為出家更忙，更多嘢纏身。但係如果通達嘅話呢，先得解脫；如果未通達嘅呢，就比一個在家更忙。咁我啱啱先去完呢個茂名，我就知道啦。其實就全世界都一樣啦。咁你香港有香港道場忙，
台灣有台灣嗰啲弘法活動忙，大陸有大陸嘅寺廟忙，仲要有好多宗教法規忙啊，同嗰啲政府嘅活動忙，好多忙啊！所以事實上你要真係得解脫呢，好難，遠離咗解脫。雖難可教化，雖然佢哋屬於非常難教化嘅一類眾生，唔順噶啦。我等當起大忍力，我們咁解，我們一定會生起大嘅忍耐能力，讀誦此經，去為佢哋諷誦、朗誦、讀誦呢部經，詞說拎住為佢解說，書寫、抄寫，種種供養，不惜生命。哇！我想問呢啲係咪我低你高先做得到？係咪先？點解你咁樣做啫？咁佢緊要過我啊嘛，我為佢服務啊嘛，咁解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啲菩薩咧不惜生命。爾時眾中500羅漢得受記者，就有500個阿羅漢，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世尊，我今日喺如來面前，我哋都發大誓願。喺異國當中，即係非此娑婆世間啦，將來喺其他世界都要廣說此經，咁即係唔係阿羅漢嘅咯，即係菩薩嚟嘅咯，啱唔啱啊？嗱，所以一聽呢部經，在嘅人一都有種咩啊？責任感。記唔記得頭先我講？你點可以唔驚？你點可以承擔？因為你有責任。你承擔咩？承擔轉呢部經嘅責任，仲要你喺如來面前講過嘅。我記得我最初學佛嗰陣，我真係好想學佛，但係30年前咧，應該30幾年嘅應該。你點諗過可以而家我咁講嘢？未諗都未諗過啦，係咪先？我想學啫嘛，咁我就於是乎就求觀音菩薩。我話觀音菩薩，你教我啦，你教我講佛經，明佛法。如果我明咗嘅話，但願我用最淺嘅説話講到每一個人都明。我發呢個願，因為我發咗呢個心，我喺學佛當中，我咪有個責任啊。因為我要話俾人聽啊嘛。咁所以你一定未通，你係咪一定要弄通嘅？未明咧，一定要明到佢，因為你要話俾人聽啊嘛。你話錯點算啊？咁我好緊張噶嘛，亦都自己會好重視，因為你有個責任，所以你對於佛法你唔會驚，包括學嗰陣唔驚，你講嗰陣唔驚，因為你有個責任。所以呢個亦都一樣。呢500羅漢喺如來面前發誓願廣說此經，復有學無學8000人。嗱，復有學無學，即係代表咗有學無學。大家記唔記得有學係指咩啊？聲聞嘅前3個係嘛？無學係指第4個啦，或者進入第4個嘅修行人，有8000人，亦都曾經得受記，如來為佢受記作佛咯。咁你先點知作佛啦？擁護宣説妙法蓮華經，咁咪作佛咯，係嘛？好啦，亦從座起，從座而起，合掌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懷增上慢，功德淺薄，親俗諂曲，心不實故。佢話我哋亦都發願將來生喺其他國土，為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點解我哋唔喺呢個娑婆世間去講呢？因為佛曾經講過，呢部經唔可以隨便講，唔可以對增上慢人講，係嘛？因為呢個娑婆國中人多弊惡，好多弊惡即係壞習慣咁解，好多惡心，而且最危險就個個都增上慢嘅。你聽妙法蓮華經就係唔可以增上慢先聽得到噶嘛？你聽增上慢你聽唔入嘅喎，全部都懷增上慢，功德又淺薄，親俗即係話即係好妒忌嘅。你稍有叻過佢啊，佢即刻唔開心唔舒服嘅，親俗惡咁解。諂曲即係話阿諛奉承，互相擦鞋啊，
表面嗰度咧，你好啊你好啊，其實就想你死啊想你死啊咁啊，有好多呢啲潛曲，心不真實啊，但係口咧，糖衣咁樣嘅披咗糖衣毒藥啊。OK， 心不實故，所以我哋發願喺他方國土宣揚呢部經。爾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嗱呢個就係最初女性出家嗰個啦，就係湊大釋迦牟尼佛，即係悉達多太子嘅姨母。佛出世7日，佢媽媽過咗身。我哋有啲人就推論啦，就係佢喺呢個途中，嚴格嚟講咧，屬於係我覺得係難產。我感覺嚇，佢屬於佢嘅右脅啊嘛。右脅咧有可能係剖腹取子啊，有咁嘅推論啦呢啲。咁但係7日後咧，就可能始終都係受傷過咗身。咁啊命終就生於呢個忉利天。咁啊所以佛咧有一段時間就上忉利天為母説法。咁咧佛嘅出咗世之後咧，一直都由佢姨母咧帶大嘅。咁啊帶大摩耶夫人嘅家姐就係呢個摩訶波闍波提。咁呢個比丘尼咧，自從如來成佛之後咧，佢哋都即係好想跟從如來出家修行。終於阿難嘅勸請咧，如來聽許呢一個佢姨媽出家。與學無學比丘尼6000人俱，即係話當時佛住世嘅呢啲比丘尼咧，都證到前3果，好犀利喎！以及無學進入進4果咯嘅比丘尼有6000人，從座而起，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睇住如來個相，哇，好靚好圓滿。眼都唔眨咁解。於是世尊告憍曇尼：何故休息而視如來？汝心將無為我不說汝名，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耶？咁當時世尊咧就同呢個憍曇尼，呢個憍曇尼咧應該就係呢個姨母嘅名啦。佢話：你做咩嘢望住如來個眼神咁幽怨嘅？咁幽怨啊！你嘅心係咪諗緊點解我唔叫你嘅名，為你哋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呢？你哋都修行，你哋都係我弟子，點解我唔為你宣說受記將來成佛呢？憍曇尼，我先總說，一切聲聞皆已受記，今與欲知記者，將來之世，當於68000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及6000學無學比丘尼俱為法師，與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作佛，號一切眾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好啦，憍曇尼，我首先總括嚟講，剛才我以為一聲聞皆受記，你而家好想知道我點樣為你受記，你聽住咯。與將來之世，你將來喺你嘅再不停生死當中，當於68000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即係佢仲要生喺68000億如來佛所當中，喺當中成為大法師。大法師梗係通達68000億如來所說之法啦，啱唔啱啊？亦為6000學無學嘅比丘都能夠跟從你成為法師。為法師者，先從自利得解脫。與如是漸具菩薩道，逐步，你慢慢你哋全部會圓滿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得作佛。你將來成佛嘅名叫做一切眾生喜見如來，
所有眾生都中意見到你，靚到不得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呢啲唔解啦，佛嘅10號。憍曇彌，是一切眾生喜見佛及6000菩薩轉次受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同埋你哋而家6000個學與無學嘅三果修行人，將來你成佛之後，與及6000嘅菩薩，全部做晒菩薩咯。轉次受記，即係話你成佛就到佢，佢就受記你成佛。咁如是者呢，6000菩薩輾轉受記，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好啦，爾時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作是念。嗱，呢個呢就係佛陀嘅妻子啦，耶輸陀羅嚇。當時羅睺羅嘅親母耶輸陀羅比丘尼就亦都跟從如來出家啦。佢作是念：世尊於受記中獨不說我名。點解釋迦如來為弟子受記就冇講我名嘅，冇講我個名嘅呢？咁如來梗知啦，係嘛？咁呢啲都係女生嘅習氣啦嘛，係嘛？即係個過往係丈夫，係嘛？點解呢個丈夫全部為人受記？通常都會㗎啦。啲丈夫梗係做晒人哋先至做屋企㗎啦嘛，梗係咁㗎嘛，係嘛？即係你都係習氣嚇。咁啊，佛告耶輸陀羅，佛梗係知啦。咦？即刻講諗緊我呢樣嘢喎。話咩呢？汝於來世百千萬億諸佛法中修菩薩行，為大法師，佔據佛道。頭先就68000億佛，呢度就千萬億諸佛法中修種種菩薩行。咁我哋會睇到呢個都係因為自己嘅業力，或者自己嚟呢個世間之前嘅願力，唔知㗎嚇。一係業力，一係願力，係兩種力嘅啫。而呈現出將來呢，佢仲要生於百千萬億諸佛所修種種菩薩行，能夠作為大法師。大法師即係梗係化眾生咁解啦，佔據佛道，於善國中當得作佛。留意下，佢喺福樂嘅世間成佛嘅。唔係好似釋迦如來嗰種，即係點講呢？倒駕慈航，火中生蓮，喺惡世成佛，你啲最難成佛嘅。但係呢啲呢，善國中成佛，無憂無慮咁樣又成佛啦。啊，當得作佛，號具足千萬光相如來。哇！呢個如來具足千萬種光相，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同具10號啊！佛壽無量阿僧祇劫。跟住又問點解啲如來會有咁長命嘅？因為佢嗰班眾生福力好大，佢所化度嗰班眾生福力好大，咪無量阿僧祇劫咯。佢所化度嘅眾生嘅福力唔夠，如來住世嘅時間咪短咯。唔係呢個如來定，而係佢所化度嘅眾生得出嚟嘅一個因果現象咁解嘅啫。好咯，聽到開唔開心啊？開心啊！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以及耶輸陀羅比丘尼並其眷屬，皆大歡喜，好開心。終於如來一知我心諗乜，就即刻為我受記。得未曾有，梗係得未曾有啦。自己有冇諗過自己正果？未諗過。唉，我跟到如來出家，我好開心啦。佢俾我出家都好開心。而家仲得到如來為自己受記，將來成佛喎，係咪好開心啊？得未曾有，即於佛前而說偈言：世尊導師安穩天人，我等聞記心安具足。哎呀，得晒咯，我已經唔再煩惱咯，如來已經為我受記咯。諸比丘尼說是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能於他方國土廣宣此經。所有其他比丘尼聽到呢啲呢個耶輸比丘比丘尼讚佛偈之後呢，都同佛講：世尊，我等亦能於他方國土廣宣是經。我哋都要發願喺其他
莊嚴嘅佛國，或者係福力教嘅佛土當中廣宣呢部經。以時世尊是80萬億那由他諸佛菩薩摩訶薩。當時世尊望見有80萬億，即係80萬個億，數唔盡咁多嘅菩薩摩訶薩。呢啲菩薩皆是阿惟越致，轉不退法輪。阿惟越致、阿鞞跋致，大家有冇睇過呢兩個名啊？嗱，阿惟越致名為不退轉，阿鞞跋致名為一生補處，一個係11地，即係等覺位。呢個咧，阿惟越致咧就係6地上7地，叫做阿惟越致，即係地上菩薩嚟噶啦。意思就係話呢啲已經係得到不退轉法門。再問大家點樣可以得不退轉？證般若，阿彌陀佛，非常好，就係啦。能夠證，只有證般若，佢先不退轉。未證般若呢，佢有機會退轉，因為佢一計較一執真，咁佢就退轉咗㗎。只有常覺不迷嘅菩薩，一切稱譏毀譽利衰苦樂，所謂八風吹不動啊！稱讚我啊，譏毀我啊，稱譏毀罵我啊，讚譽我啊，利益我啊，令到我好破敗啊，利衰好痛苦啊，好快樂啊，呢啲感覺，呢啲順逆因緣，全部我視為咩啊？幻化。我就利用所有嘅稱譏毀譽利衰苦樂嘅因緣，而發願再導引一切眾生。嗱，呢啲就係菩薩嘅應化。但係如果退轉嘅定義點啊？執境當真，一執佢就退轉。所以6地以上名為阿惟越致菩薩，轉不退法輪，得諸陀羅尼，得種種嘅陀羅尼。即於座前，至於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當時世尊睇到80萬億數唔盡咁多菩薩摩訶薩，呢啲菩薩已經係不退轉菩薩，能夠咧得種種嘅陀羅尼門，準備喺佛嘅面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斥我等，持說是經，當如佛教，廣宣施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斥，我當云何？佢話：如果佛睇住我80萬億菩薩摩訶薩，佢只要教我哋，叫我哋守護呢個法，喺呢個五濁惡世廣宣，我哋就會做噶啦。當如佛教，但係點解佛望住我又唔同我哋講嘅呢？斥即係話吩咐，斥即係話由上級命令下級去做嘢，名為斥啊。佛今默然不見告斥，我等云何？我哋點算好呢？點算好呢？咁啊！時諸菩薩敬順佛意，並欲自滿願，便於佛前作獅子吼，發誓言而發誓言啊！當時個個菩薩既然佛都唔出聲，好，我哋喺如來面前發願，圓滿自己行菩薩願，便於佛前呢獅子吼，即係好鄭重去宣說咁解，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眾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意，如法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當時佢發呢個願啦，佢世尊，我哋80萬億恒沙菩薩能夠喺如來入滅之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唔係淨係呢個世界，所有世界咁解，能令眾生，令到所有眾生書寫呢部經，抄寫，
人際、修持、接受、行持、讀誦。讀誦即係為人解説，解説其義咁解。如法修行，正確去憶念呢部經，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希望如來你喺其他地方遙遙所見，睇見我哋，守護我哋咁做。咁呢啲呢，我哋睇下，有80萬億不退轉菩薩喺如來面前自己發大誓願守護呢部經。咁所以我話啦，我話講呢部經咧，尤其由無量義經至到呢個妙法蓮華經，好不思議。我冇做宣傳，點解？有因緣嘅自然嚟聽到。今日未有因緣嘅，將來有光碟睇到光碟都一樣，啱唔啱？咁但係你話有幾多我哋啲師兄啊、師姐啊，無數嗰啲菩薩眾要守護呢部經，所以呢部經呢，當我哋一宣説嘅話呢，自有無量眾生得大利益，得大利益。咁下邊呢度呢，就係講妙法蓮華經嘅叫安樂行品，點樣能夠好安心、好快樂去依妙法蓮華經所教而行呢？咁我哋呢就留翻下個禮拜，我哋再為大家講。咁呢度呢，我想再簡單覆一覆啦。今日我哋所講嘅自呢個提婆達多品之後，跟住佛叫呢個智積菩薩唔好走住，同文殊菩薩嘅一番對答，展示出有呢個疏羯龍公龍王個女8歲龍女喺如來面前講種種嘅不思議事，話自己好快會因為聽聞妙法蓮華經依經所教，化度無量眾生，所以好快成佛，而令到他方世界嘅菩薩摩訶薩以及呢個世界嘅大智舍利弗聲聞人，對於聞妙法蓮華經而有成就嘅呢種咁嘅現象呢，冇辦法理解，冇辦法接受。咁而透過呢個8歲龍女呢，獻咗頸中嘅呢個寶珠俾如來，跟住轉瞬就喺眾人面前轉男身成佛，仲令呢個世界嘅眾生呢能夠得證呢種種嘅修行果地。咁呢種現象呢，亦都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就係我哋呢個五濁惡世嘅眾生呢，時時都因為自我嘅高慢而輕視到好多大乘菩薩喺呢個五濁惡世當中行種種不思議事。呢種算唔算不思議啊？算啦，因為離開咗一般常人嘅思維理解嘅，佢點噏都噏唔到，點變都變唔到出嚟。佢就係有呢啲現象，係好多大乘菩薩喺呢個五濁惡世都叫做不思議事，個中嘅原因呢，亦係呢一度。咁所以呢，我哋會睇到呢，一凡係睇到啲經典之後呢，我哋要喺當中，我哋要學習到啲咩嘢呢？第一，我哋要學習上傳恭敬，即係話我唔理咩人，佢今日無端白事行一個人入嚟，呢個人喺我眼中都係菩薩嚟㗎。唔好輕視任何一個人，我哋要對所有人都要尊重。對於所有人講嘅説話，佢嘅道理，只要合乎佛意、合乎大乘嘅，我哋都應該要讚歎、要尊重，係嘛？咁我哋習慣咗咁嘅時候呢，我哋能見好多人哋見唔到嘅嘢，我哋能明人哋好多人唔明白嘅嘢，唔係我哋過分諗咗過分，而事實上菩薩諸佛菩薩喺末法時期講到呢個眾生嘅應化呢，千變萬化嘅，唔係我哋凡夫呢憑身相呢可以好容易去理解分析得出嚟。咁透過呢段嘅妙法蓮華經，我哋更加應該要呢，真係要折服自己嘅我慢，
呢度嗰個大德好似舍利弗咁，佢都好恭敬㗎啦，係咪？咁他方國土啊，智積菩薩摩訶薩嚟㗎咯喎，已經好不得了。但係尚且都走漏眼，咁何況我咧？係嘛？所以咧呢點咧有一句説話，我哋話依法不依人。呢個龍女8歲龍女，佢所講嘅説話就係一個大菩薩嘅説話，你唔好俾佢龍女嘅身上去遮蓋咗你嘅智慧。亦即係話，我哋眼前日後我哋嘅人生當中，我哋會遇到好多人宣説佛法，我哋唔需要理佢咩身份身上，只要佢説緊嘅係大乘法或者係如法，我哋應該要一一好似佛一樣咁睇佢，佛一樣咁讚歎佢，我哋就能夠圓滿呢個妙法蓮華經所教嘅恭敬卑下嘅法。咁啊，遲少少咧，我哋好快就會進入到咧呢一本經嘅心臟地帶，就係講述其中嘅相當出名嘅常不輕菩薩品，就係因為佢一生修行恭敬卑下法，所以集得妙法蓮華經，集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到底個因緣係點呢？我相信好快咧就會到啦。好啦，今日我哋嘅時間所限，我哋到此為止。